莊思敏再婚，巴厘島行禮，圈中好友到賀。莊思敏喺2022年同楊炳日離婚，及後有傳佢同圈外男友黃耀斌喺年半前撻着，有指黃耀斌係高級督察，佢爸爸係上市公司高層。今日有報道指莊思敏同埋黃耀斌喺巴厘島一間酒店舉行婚禮。莊思敏日前喺社交平台公開飛抵巴厘嘅照片，又有追月夜玩燈籠，同埋有化妝師為佢整妝嘅照片。佢嘅妹妹莊思明同埋男友楊明、莊思華、胡杏兒同埋老公李承德等好友亦都已經到埗，各自喺社交平台亦有分享聚餐合照同埋酒店嘅相。郭富城一家四口溫馨度中秋，方媛拎住燈籠全新照，正未卸貨。懷有第三胎嘅方媛日前被傳喺9月28日已經為天王老公郭富城誕下麟兒，並已入住香港著名月子中心。不過事後方媛喺網上回應粉絲時自稱仲喺度做緊嘢，又轉發老公喺成都開 show 嘅貼文，表示好想飛去成都睇，不過大肚婆而家已經唔能夠坐飛機，仲向老公同埋團隊加油。尋晚方媛仲分享合家過中秋嘅照片，除咗一家四口嘅溫馨合照之外，方媛仲晒出着上冇袖嘅唐裝長裙，手拎住兔仔燈籠嘅全新照，巨肚非常明顯，但係容貌同埋雙臂完全冇腫脹，並用長裙遮掩住之前出現水腫嘅雙腿。至於成成完成成都演唱會之後，已經展開1個月長假，陪老婆待產同埋坐月。